台湾队摕到世界12强棒球赛的冠军，保守林家正目前是自由球员。最近日本媒体甲伊采访，伊讲无排除到日本去发展。林家正下晡出席活动的时阵是讲，也是想要往美国去发展为主。也那现主时的任务是爱甲受伤的手顾好，才通恢复训练。大使台湾最帅捕手林家正。 林家正节出现，球迷拢翕相录影，大声欢呼来欢迎，也未感觉伫外口落雨真寒天气会忝咯。其实我一开始我就开始看了啊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可以讲嘛，它本来就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很有内涵，然后讲话就是又很温暖，然后又知性又时尚。第12强好表现，温暖的人格特质甲特别的流行品味，林家正引发女性球迷喜爱。这摆担任百货公司过年大动宣传大赛拍广告，甲球迷见面，伊讲感觉真新鲜。 大家像做一些这些活动，我觉得蛮新鲜的，所以这个今年的季外，我觉得过得非常的快，那也很开心。林家正讲，12强冠军战手的骨头有伤到，下礼拜6予医生做最后一摆检查，就说开始来做棒球的训练。也来未来动向，先接受日本媒体专访，礼拜天未来到日本职棒发展，杨军也是会延续如果美国职棒生涯，也真欢喜。合约上面的话，事实上就是我还是想往美国的方面，那只是就是这个还要跟经纪人再做一些讨论。中职还不在你的选项之内。这我还不确定，因为现阶段我觉得先把手伤养好。手骨的伤身治好，恢复训练。林家正也讲，真久无伫台湾过年啊，今年过年也较早，若有机会伫台湾会好好享受甲厝内底人团圆，也个过年热闹的气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